往日出大闹公堂，抢救军备，创制十港多个后，加上你不当一回事体。现在回到衙门里向把罪苦的没得后令应罪待罪，突然之间家乡报得来，说有谁以临时请来到油门北宫，哎呀！王初晓得侯良高上，侯良高到让我欲去无为，的后令很相继之位，都得一下哈。所以说明白了，知道了，记着像病特的神光的后令都得一下。家将龙江抬出去，旁边神队是后令一听了，哎呀呀呀呀！将军啊，有谁请来应当马上报。不过后令不晓得是做得起，你晚不肯报，时啊不肯报，对了。因为我们的呢初次办队呢，把罪苦的吃到一半利息，这个是不利嘛？哦呀呀！我们的呢弟兄，这个有啥客气呢？是的，我来请你罪吧。兄，将军，哥哥，有谁相亲，定于紧要公事，我们弟兄来日方长。喏。韩令再次登候，请将军备公之后，为之衙门，我们再同饮几盅。哦，王一吹一听嘛，哎呀，阿哥为不晓得，大致整个牛山天口上有门备公，阿哥啊，这个不是亲呀，这个叫左呀。今朝我起到油门就欲去无为啊！不过这个事情他大哥讲，这个翻译不觉神年他是神归来，在许弟兄
留下来你也当心了，让我关照一下。啊，姑姑，将军，我与凡一妻女，难行守。哎呀，客气，林宝还要敬我3杯，看上去不吃3杯里不肯醉了还。下过一声，口里沙漠，一饮而尽，连杀3杯，而令连饮3盅。将军请。哎，姑姑，立功之孝，这3杯酒，此乃何意呀？哦呀，那当然为的，吃得吃下去，分享的啥个意思？啊！哎呀，这样君啊，刚才吃了这样许多酒，能分讲啥？这个3杯酒有啥个意思讲？此意何在呀？公公啊！第一杯为公公接风临死的都是了。那二杯乃是鸡胸宴。第一杯接风，第二杯几行接风里这样出没对的事体。这样就这第3杯有你，这第3杯，第3杯，下地此往右门去。受到小弟此举公道，与什么三上两度，哥哥与你来世再见有了。是我不做声来忙正啊的，哒哒哒哒哒哒奔出去呀！听我这番话，是梦初醒，寡妇知道将军万不罪，是啊不罪，要等我多待一些。上面的侯亮高让你此去凶多吉少，哎呀，心里明白，为什么你问我的事体？你为了救我后令，老公让当侯亮我抢出来。现在侯亮高上，打来你将军的说我，
我难道是岁岁亡国？不，这样讲，要是应当我起事，那么这个我赶到油门，举击有山，说明真相，请有山我杀，灭他将军之才，这那是将军满罪，将军满一罪。王日翠就夸得了。本当俺们门口看见几把锅嘛，努力扎一步，快去！几把锅作业呀，不离头上快呀。根子忙正油门上下去，顺带是后令，粤语刚才想一想，因此再出来离开王日翠已经一头了。现在一米再一米的上海，虽然一个人越栽越近，越栽越近，但是此地俺们到油门当中啊，你500几花龙，眼看再近跨着，嘿，王日翠几把过上油门了，哎呀！廖水军预备跟上油门，那么后令啊，不是咁简单。油门上向与兵丁口水，两个兵丁科技，王日出进去认得个，一口后的像啥个废人。好了，妖精过来，两只让向一往打下，站住！啊！枪毙了，愤恨，真油门，哪个航班？只好可王日出进去。哎呀，将军呐！王日出偷着几把锅上油门带头上低手为雨人，那里水一松，跪在几把锅，谁去干领子？这几把锅是作业呀，不离偷的嘞。上气不在下气当中，谁要斗气在？带头当上向的，回大元帅，王日出抓到了。老有才气得不得了，一支领子拐着来去捉王日出500几花路，气至半日天，临时我就来那口，夯着这个样子，难道罗大去对个秋子了还讲，有想发作，哎，算了，别到时今朝上马上西诺不人家出气，滚下去！是，哦哟，我觉得真是分七三不开。几把锅来位置上下厉害，来战，手不发将军，我去战，元帅军御手不发将军。当马的大哥说的客气一声，将军请。谁被大有龙？怕你懂得了，我要打龙了他。把王日出进当迷糊。王日出一岁的这来这么一岁日为高挑，忙着你想进去。大头上上看见有山举中走下来，也正枪上一步。大有水来让，是要将王日出拆进有水。罢了，东西有水，不必一礼。两台过账，我批分你王日出才粮回来，口人小林较量，回大元帅老早就来了啊！有谁听到给他老早小林叫差？那么带种胡梁口口那个里一位小林二位较量，俺听见老早搞得起着我啊！胡梁爷爷带尊子两代姑口口啥辰光老早搞得来，两代姑带领眼睛带刚刚搞得来，我都会讲老早难看呐。那个家伙屈服过，今朝特地帮忙，一本正经。哇呀！胡梁想不了。老有才听到该打，立即在门，两代过是空人杀命，实际空特两草空。却回大元帅早已查明，你家早生一天粮草空力飞，却对有才哥哥也是帮忙了还。粮草是文缺，你家
实际上是这一日天，今朝特地讲3日天。有谁听到该到惠州头来，带着黄州口口外山，乃本事是有，菜粮比较辛苦。现在讲起来，神父送人家都地早一日是不得了事体，乃可以地早3天的菜粮先说来，记大功。也去哈哈，哎，王日说开心啊！牛三夫们在记我功呀，娘舅呀，阿姨小夫把我生个了，对后里样看看，阿天姐，牛三当我记功，哼，也想背带我呸！得要翻得，我呀！我俩想不到带着有三口口上么了，唱十样多后，乃府门个上儿子上来几个功，这个是帮忙我。来小人啊，这点难不懂。没了有些为啥的西府门儿子西衙门个桩事体呢？家归家，路归路，我先怕你去采粮。采粮为主来，是要弄个桩事体门清上。采粮与公应当记功，如果是采粮特人家粮米少特，那么呢，他今朝事体粮在俱发。记住采粮先说，应当记功。门特采粮的事体，怕那么多外国来要门改装儿子呢？有在后福音之中，嘎啦啦啦掉起来。在往日抽口口，外山，你样样在好，那是这个脾气特差，出名叫红蹄炮。来这里想经常唱红没啥关系，王太医是哪几年，拢该讲皇帝帮忙。但是这一次我们弄得大道闭关，我们等你当过之后。外上到闭关，我个事体你晓得，军法生意不讲交情，你当心的，非要发脾气，你答应的应，但是你现在呢，忘记的个人，一点点小事体为犯人讨人，你会去闹公堂当后梁抢犯人，你会去军法的啦。想多个龙恨铁不能光嘛，所以后嘎啦啦掉起来。不晓得后一来，面孔白，眼睛大，喉咙响出来么自家分之一。是大代的往日车，采粮归来，飞机本水，飞人小吹，进入床次破体大火。二空追水飞哎呀，是谁？往日出一听啥么子啊？对牛三口口，娘舅呀，还是我个脾气来不晓得。来日是，今朝那一根连子龙我做得来，我已经窝死了。既然我胆子当面上，你尽管哈哈叫问我，那还桩事体啊？那么让我一时一年是你，我才会得告诉你。牛三奶来平面代理，啥人错啥人对？啥么子啊？我上次当三区我分门母，对我深色距离，你啊知谁？你还晓得错？那么这样说起来，用不着我都讲了。你就相信后梁来先生我怕我出子了？根本没哈。记住这个，我与之代理，不高兴讲了，是要脾气哟。但是后一上来2岁的还会得说上去。走！想着虚小事，有什么治水不治水呀？有生气呀！百里茫茫娘家，哎呀，奶奶怎么？
人辈问我是娘舅，乃是外甥；人孙问我是有婿，乃是将官。只好我对来说，那乃这里只说上来，气得面孔贴青起，那么奈何如？正当我当一旁砸，大胆的不发这样，进入报效公党，我一当了得来着。棒槌万门，御令战士，架势哐哐声，一声吩咐，蹦起来后24名小尉，才是有谁的心腹。哈拉罗王日出，兜兜包围。欧大利应当是一个来的捆绑谁？哈，神捆说绑阿出去。今在介绍捆绑谁东阿不动？为啥是提不不够？晓得你红提炮，比起比检查，不要你盘枸杞棒当棒棒，再哪一哪是不得了。所以不够动。24名小尉才是心腹。绑到这个一击，所以哈啦，加上谁吃一喷，我王日出一个包文喷，加上日浪里门前代理口口，隐隐如此样军啊，不能龙毛。王日出一口做啥？后夜还用不着这个，也罪自家罪，细雨晓得的大丈夫是死是归。哼！想王日出为奉于而死，此以甘心哀。杀李为笑得出，退下去炸，那么捆绑水沟里神捆说绑，走走走！我王日出啊，我都不当吩咐过有这些辰光心不是静，哇，就剩一个龙了，有谁一口啊？代理都忙忙，杀错了。真如石当归石当龙肉，进当我当一旁，哪个不我与他比一人？一下子必人，各地吩咐过有带中有山口口有山啊有山，你不是不我，你得哪能弄杀鸡？为啥杀其他将军啥关系？杀这个将军，你也当心的。一人喊你开弓分这样。啊，错个报销公道，恶里还可以上，但是你心慌凉呀。你不开工的时候，你回到经理像往日出的爷娘，非要得你拼命噶。你讲的闲话，你听得清清爽爽，你忘记啥？因此，一个路上，现在有山无位。毕竟大家眼睛在对有山的浪口，不是不服，为难担心老有山一口呀，懂？为我那喊到你们杀王日出，王日出的爷娘，我的家父阿家谁也等我拼命。为的上面，因为我这个外甥打出来。不是简单的事体。这个是我们年纪大在，预备要有一个帮手，那么口来口去，口中往日出。因此，领导的谁对谁的阿家夫商量，预备弄马上打出去，让你军队里向熟悉，对你有好处。我喊我刚巧刚话，介绍家父对我笑嘻嘻。阿姐呀，你帮忙你数字里吧。我说啥？我儿子个脾气难不晓得，出名叫红天怕。已经唱好改，来让经理想没啥关系，
啊！我老朋友都大家会得帮忙，看我面子，实在弄改革，皇帝还会帮忙，不要紧。如果不能达到闭关，你比起更难比起等更了等扒了一等，而且歇歇窗户子呢，一定要努力杀他。皇家里只有独养儿子，那娘说之理吧。那么我到哪位人子？我说不为改，我还是努力当半个儿子看待，不为啥个不相信。那么我们要打出去，对也不要对，儿子我不给，害我实讲，我为出去很不高兴。动了一牙天脑筋，啥个？到皇帝讲，明朝上京路的到皇帝讲，因为年纪都只需要个帮手，我预备带一个人出去。皇帝想想，你经过改，我本人不要，只要到王日出。就是皇帝高兴得不得了，好啊好啊！为啥的皇帝看见王日出啊哈个？做什么歇歇窗户呀？老母举亲收到门道公日，介绍大大小小过门公日，立空背下去看看。两种人门起来，清清爽爽的旁边喝彩，好啊！到底国家忠良。月亮接着是个门都不带，甚至于头子上又看两名介绍李伟的光红啊！你那行是衙门根本错了还，居然还要弄不动了。哎呦，小将军不动公事，不要斗分，介绍往日出的光红啊！你明明想吃当人在外港，我不动公事，岂给此那里唱一记耳光，说嘛怕这个？那么月亮既人不忘。但我这个说毛上京落地，告诉皇帝呀、皇帝龙讲这个的，跟那边老公当谁讲不得呀？那么那行业一不好努力办，自家娘欢喜了嘿。那么皇帝告诉讲，眼带甚至旁边他给看看，一方面问到底哪一桩事体，再讲一遍，他给妖精当当奔到里向废水宫，告诉王太尉石岗上石岗多啊！王将军老公当妹妹甚至了，还跟皇帝龙讲着，王太尉来看呐，王太尉欢喜的哟，啥可能的家娘我问问看啊！哪里一道遗址规则往日出进宫，往日出到废水宫几个几娘，是几年子啊？妹妹甚至讲呢，你大闹公堂，还有个人哦，根本不挂着啥人大闹公堂，靠近你光没有个人。你也好个嘞，你还靠你个耳光，那么你却当人走，又往好人，不是这样讲个吧？现在呢还讲，现在妹妹甚至来讲呢，啊，你多阿哥弄这样子，哎呀，根本你还没办法，非要紧个。哎，娘多阿哥发脾气，表面上做呢，其实呢，不能我大哈人你放心，不能够把你一根汗毛，那么往日走不了。废水宫里向通通弄好么，他给当老师对皇帝杀杀眼睛，里向才是一子，那么王面孔一背啊，有个种事体呀，一道孙子，把那个人子做哪往日出，做哪往日出，你真白，你真不白。还有几日开心啊！骡子甚至到中人到西做来做去做不了，啥人个做到废水宫去？那么这要11天半个月，记这个的后妈太太在，那么日家一上2个中人打出来，说皇帝啊，上一次呢大闹公堂呢不能给人。报销公堂么可能给年纪轻不懂，看了王家里走廊上历代忠良，马马虎年说之理吧。那么皇帝对着妹妹甚至高个人子看看，那行接着一想，总归祝福了随便吧，春风迎人。这样你不想，皇帝真醉，一道圣旨下去，说他王日出人命，不来了。等到推进路的接着一想，随便中国不看见着，刚巧出五绕门，往日出里向得上小的当当当当，特地到外头最高接着门的，你那一看见着讲，那么呢还有一点的了，嘎子一听，老毛病一发生，中国有点事体，所以皇帝看见了也对头的。现在老有些大刀必会，根本没好让我听人的，好哇，真最贵州西的于是王姓拿女子搞出来，那么王姓想法了，那喊各位二孙子啊，只好答应。但是临8个辰光，
老夫妻两高头送有岁送儿子到教军上。现在是王熙哈子讲，对孙子有岁，阿姐你本事大，我受难不够，儿子这行干不难。不过我讲了这里，儿子红天怕也唱好改，凡一唱到红，那看你老夫妻两高头的面子，只有这样一个小奴送亲发落。凡一真的红都要杀。阿女啊，你真过杀哦！哎，不过我讲了这里，你杀脱我儿子，你围住那个辰光打两口果然，你老夫妻两高头请你打一打吧。这个是气哦！有啥写字出来在阿家夫都放心，你做个事体才对该，随着脾气多了点，我有什么事我不为得杀的，你背有杀我不为杀，你背有杀。王熙一本正经吃正背有什么？有谁跟着？发什么发啥？那么你反应什么呢？反应什么？我围住了死不耐口。好，大丈夫一出日赛。大家闲话刚讲了，王熙就急讲了，这点闲话不必个吩咐过有，谁听见？守得军队里向还晓得，你今朝一怒之下胖杀王之丑，不扬杀，你围住起你那行高的。假使说今朝王之丑招人开弓，是唱个地红，你拿个上开弓的不是一代是王熙科。你相信各位王老头人讲道理的人，你是14岁，你说啥？往日出分家呀，你现在努力什么？王熙非要得你拼命的，因此大家才来浪接。老有才还是让那个桩事体，但是对孙子吩咐过于苛刻。这辈子说当我不流浪胯子，报效公道，那还可以发杀，逼得我们在讲中。但是还是真的杀你发。假使说真的杀，老有这个闲话两样，棒出辕门再有水，棒出去就杀。现在都两个字。棒出辕门，后令再有水。啥叫后令？就是等于我一直这引领下来，那么再杀。这引领不下去，外头为不为杀。有谁对准吩咐过于苛刻？既然你都为我，这么为一个结办法了。阿姨说杀人打出来偷行，那么呢还可以喂喂，因此两张眼睛对两旁比所有的吩咐过有了海口，那一刻没见啥吩咐过有所有眼睛在往下头看。啥天么土地走你都有谁啊有谁啊，你够偷人家，你也忘记他在内遇了军令，就再这样偷人一体。东塞，谁是说你有谁杀子养过，不许本人讨人，杀人讨人一道杀。开头给条军令你不相信，你两个儿子犯了军法，你要杀，你都会打出来讨人，鸟里冲刺，你面孔一白，再将讨人一体动的，这条军令忘记他了。人都冲刺滚下去，结果两个儿子胖杀他，那么你口服心服，好，军令是谁？你做出把子不如个，今朝那韩国这一套人呢，因是不想。那有谁有什么给大家不够？道理做你对杀儿子没啥关系，我个小辈今朝杀我伤了，尴尬。平常你家不如讲，今朝我有点大尴尬了。居然都500人够打出来讨人，根本的行杀
谁个手里他猛真领高浪向预备拔出引领，两帮比吩咐孤有觉得不得了。气温当日紧张，只有一种声音：呼！小尾多往日愁啊！我来走走。那么往日愁呢？米不给生。上上哈呀！那海林开机，他心不安。离开将军，走
非己出，上一的英勇良将内斗的，他是为举军为气候的，内让我世世荣榜人意，你为我何事？内心的我世世帮顾发上油门，谁比那还要举己有谁，生命真人？哪怕我剃刀废话，只要说他往日出人命，我死一干。谁哪次要他了谁人预备冲上油门？咁么后令啊，你想得太简单。油门上向兵丁本当之以内了，现在有可能判不得了谁人相冲啊？你心细呀！刚巧离让个兵丁，现在落去让枪下了，你找死吗？呀，都太凉，倒是油门生内窗神海林对题上台很闷，他豆腐内红一碗手。将军啊，我不办法救人，我是够这样动一动我手旁露枪说啥，我死不破，但是我一死之后，那个谁不人吧，根本啊，等有谁推动，等侯亮出来，我当上侯亮，努力的对了老那将军们记上一记。虽然我苦浪的忙，杀死之浪想伤杀，我跟你一道去想到个龙旁发出猛啊刺的，因我推刀不必杀死之旁边，一个人谋力杀去，等你有谁推他？你后领没实干，兵丁口眼他，不晓得外面哗啦啦来一批人，下等下人，往日出身不比的幸福家子呀！大家小心勾当给他，哎呦将军啊！直到往日出门一众家将伤心哭将军。哎，不晓得油门上一个人病都哭得为也伤心，哭为油门一勾手西湖，啥叫手西湖呢？现在说起来，手到这里想送信，送公文，这样一个湖，湖当中比你这样三个湖门不值。那么李少杰可能这个往日出过去你还是个白人，从军的闭关勾当几千人的往日出看173位军官，现在的身体不好，非得180不看，龙青上里却有望故事放离走起，不保守发老费。哎呀，上那个将军身上害的，是王将军啊！我屋里不认真，我不走起走。我今日佛是那个上也是一身半大。哎，往日出哪肯？既然你不肯走起，屋里不认。哎，
想着在油门上出个寿喜锅来，当牛三一讲，从此随了该他做寿喜锅。心里感觉往日做一百恩，哪办法你我是讲多。但是十三天的今朝，往日做绑出来也杀着药啊！杀这个害得将军也死着，哪也困，哈的痛苦，哭子也什么得这样子。哎呀，今朝王将军绑出来杀自家不晓得个，得日记来个。那么北洋唔少要你上一来，我与谁当中为高些？临时这里不害我不去按讲个我，假使害我讲光着，跟王将军，我要去来明上没办法子。害我分告根本是将军了，居民没办法，搿点害我也想办法让来讲光。哪怕牛山林子多来，我偏执明记，趟一趟来一了嘛，还也让那个点害我是我的。不知按讲，看见小红地板门口，对，你过来，过来，做啥？大家想将军过来干什么？你们将军要归天了。是啊。哎呦，我问你，你们将军话说过没有啊？因为一句闲话分告，所以伤心。没有啊。那么为什么不去问呢？不能问啊。为什么？这引领下来不几乎辰光，你一问，你上于了话语想害我肯定懂，门到一步杀他反而那个，还是不问的好啊。哎，我是不错。门带一步，可让你杀他，心里就难过的嘞。老兄啊，你尽管去问啊。我去问，去问啊。问到一半，元帅临机下来怎么办？有我去趟啊。你还有毛病了还讲？违背临机也是你好趟啊？你趟啊？我好嘞，你什么官？你这个官呢？你出来谁没谁用？不是一直这样一点点来害我。你尽管去问，我去谈。是真的？真的。元帅下来临机你谈？我真的？真的。好，收我一半。哎，起来！我不是你又看到的。那么新的妖军过来说，王将军石岗都难遇上个害我跨地杠吧？王日车当然有，哒，滔滔不绝的浪势。那么首先官呢哈，整个去趟临机呀，你哥有几个口浪头，违背军令杀得来还趟临机个。那么啥个办法呢？嘿，这个首先官聪明是的聪明，不里想出一个急办法。牛山关在我个，是立了首堂。叫我不许送信，不许送公文，否则在大头里的公事违背军规的事实，军规吃啥文？首先顾下真在我偏去送信，我随时去当头里公事，嘿嘿，娘里关后，我里向别啪看，40几看半日的了呀！我里向吃啥文嘛？我的往日做闲话还讲过，你在三国之里王该用口鸟记载。定他们新鲜公文送进去，假使不还不那个，我在公事房里拿过全公文，我轻松白在里向保兵大元帅有紧急书信，请大元帅滚开，然后有谁一开滚，那个台湾是决定让我抽死的，谁有吃上我给定他们新鲜的不吃，哎呦，可，这个米一口，不得闺蜜一毛，哎呦，可见个茶壶水里像罗峰，血胖都往我塞。这帮来自当日天子，也送信，500人子，还有直播凶得不得了，怎么不得里送？哪他的今日天？对你毛今这天来了，答你干什么？这个茶壶啥等样人？前两位老听个事故，听了才晓得。不是本人就是江苏省额的人，一方面弄后令发派充军，一方面派这个茶壶送一封书信不了老元帅，弄后令是假让不了元帅。关照里送个封书信要花200两银子作为补费，一封书信刚到蒙政治改打逼过来，不晓得这个茶壶插来我半路上呼吸都动地的搓磨这样。人事时光磨撇的马，他们一般是个最大逼关比后令早到500几日天。宋人规矩，送个封信办不了首先过几两银子，叫500银子，你500银子只为要凶，那么首先过不得里送的哈，你要硬不送就不送，天天给他等，
等地上中国有一年老有谁出油门，当面说不有谁一定也别个了，大家边疆他个子。今朝一入到该大油门上下，杀伤力的口气里笑嘻嘻过来做啥？做啥？你干什么？送谁？为什么不送啊500银子。哎呦，喉咙在下了还不好？好，今天马马虎虎不要你的，你这个信拿来。啊，今朝非要的？不要了。一看这面孔像啥美姐，哈哈，平常人家背要门帮银子，今朝非要。对了。阿伟搿封书信非常重要，老有山辣海等过几日家，应当得筷子来让部门搿封信，那么里接着成员门本人之非要搿封信，搿么呢哈，500两便当，倒不是让我考级做高，那个家伙还不是没事的。叶先，信拿来，拿来。什么东西啊？门本人子，王八蛋！门本人子，你不我眼里当我不能个。信拿来！父母呢说我回出去不受动两百了。我要把一身信开出光给他。好好好，我回头给你。我根本没好，100两银子让你回出去，我不会走。喏，干嘛书信？大信罗丹水里向，不都是你啊哒，忙着你想进去。但你们让在当面让一口嘛。哎呀，不连子，杀鸡们这口进牛塞，这一领把蛋水里一肚子药。哎呦，还不能多干，你一动脑的，啪一声拍响，插口浪的一落地个。老们还弄翻了奔进去来不及这院长，我来嘿，声音来得快呀，先努力着手，好日子再讲。可首先我做得这个，我封信，砰，高高举起，眼睛结出两只的对正子里向。包兵大元帅，大事不好了！老有些预备想多做人领杀伤力的科技手机股，带大只从奔进来个咱面孔慌慌张张。哎呀，科技杀两个人什么都有点节奏，杀让慌张阿位外国人杀进来着。斗里周年的哎呀，往日抽啊，往日抽啊！假使说今朝外国人真的杀进来么？那天天呢，放内有理，我内放。对谁立功，江上杀的对，因此老有谁现在到定好外国人杀进来，有谁来当吩咐过一3往马的口复习报得的是俺一张题，到底那要何堂记着？